無論素顏定係化妝，嗰日對眼咧都係致勝關鍵。就算你幾叻化妝都好咧，你眼周嘅皮膚照顧得唔好，都係會卡粉顯老，同埋有啲人咧係越遮越大。我知道好多女仔咧都苦惱緊唔同嘅眼周問題，我發現咧唔一定要捱痛醫美捱貴，有一個輕鬆啲，仲要係開價價錢嘅方法解決。想對牙素顏都攞滿分咧，記得一定要用埋仙奴嘅黑眼療金箔眼膜，淨係敷20分鐘咧，你見到個效果係可以好誇張。上面係敷之前，下面係敷之後。呢盒 mask 咧真心好掂，即刻敷即刻有效。佢用韓國專利級嘅醫美技術，所以唔怪得只係咁好用。gel mask 嘅質地好貼服，敷住做其他嘢咧都唔會跣嚟跣去。敷完20分鐘，嗰個 eye mask 咧係會變薄嘅，咁即係咧啲精華完全俾你吸晒。入面有矜貴嘅內美紫金箔同埋沉魚紫精華，可以利用正負極原理，將精華吸收導入嘅同時咧，天然黑眼圈色素咧係會吸走晒，真係冇開 filter 嘅。你見到咧即時個效果係白翻，浮腫消咗好多，細紋淡咗，同埋個淚溝咧都淡咗啲啲。20分鐘咧係真係可以救翻個樣。呢兩款仙奴嘅產品咧好啱夜瞓、成日用電話同埋黑眼圈好勁嘅人用。冰萬靈、仙奴魔、仙奴概念店咧都買到係好方便。而家咧係仲有優惠添嘅，快啲去買嚟試下。